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食手作油飯，睇嚟呢個人有少少日本背景喎，佢叫做廖神，裝修簡單，坐得舒服。台灣餐廳最好嘅一點就係鋪頭裏邊通常都有免費紙巾供應。港幣40幾蚊食到咁大碗佛跳牆，抵唔抵呢？佛跳牆用料豐富，首先登場嘅係冬菇，跟住花膠、豬肉、栗子、芋頭、白菜、筍，本身完整但係俾我夾散咗嘅瑤柱，成個佛跳牆好足料，湯頭清甜，十足老火湯嘅香味。台灣人幾時會食油飯呢？通常就係啲 BB 滿月嘅時候會送俾人做禮物，就好似我哋生日會食紅雞蛋送紅雞蛋俾人咁。油飯係咩嚟㗎？你可以當佢係生炒糯米飯。不過台灣嘅糯米比較濕潤，比較黏，同我哋粒粒分明嘅生炒糯米飯有少少唔同。通常台灣人食油飯會配埋甜辣醬，不過我唔食辣，所以我就擠少少出嚟俾大家睇下啦。炒過嘅油飯好香糯米香味，好大條冬菇絲，仲有肉粒喺入邊，蝦米，咁樣食一餐真係好滿足啊！一碗細油飯只係台幣40蚊咋，呢間餐廳嘅 CP 值真係好高，好推薦大家嚟食。呢度仲有3款雞燉盅，睇落都好吸引，仲有客家炒米粉添。大家如果想我幫手試食嘅，就留言話我知啦。我係阿飛，記得追蹤我，繼續同大家食盡台灣美食。